来继续来看这个网红巴强又搁发影片，讲要来突破到中国上新的通证手法。讲有高达20万的台湾人，互中国吸收来办理着中国的身份证。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表示，讲这款的讲法根本都无论述的基础，因为中国的法律有规定，袂使有双重国籍。那咱的陆委会是讲会严格来调查处理。 来看厦门海峡盗宝总部壁顶一张庆贺牌匾，国民党政坛大咖朱立伦连战立院院长韩国瑜，还有前新党的党主席许茂明，拢伫其中。依附一下新党，我觉得新党或者统促党确实是你未来的方向。如果需要组织票，那就只能去国民党。巴炯这个人很不值得评论啊，他都是为了蹭流量。故作互人看作是中共的代理人，不过网称巴炯的新影片，佫演出中共新统战的手法。已经发现20几万个人都办完身份证，台湾护照、台湾身份证。然后呢，我们问过领导，领导说不好意思，这不叫双国籍。 台湾只是一个地区。类似的手法，若伫台湾，就有专家警示，这甲罗西亚伫咧2014年大量分护照的行为共款，利用洗人口的方式，讲要保护乌东，讲罗西亚话摕罗西亚的护照，用互欺负的公民做借口来出兵乌克兰。第一，没有论述基础；第二，他对事实的很多事情也不了解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允许双重国籍的。加入中共的国籍的这些人呢，一旦 两国之间有冲突的时候，那会选择哪一边？那当然，一方面也就会成为一个重大的考验。就惊讲有中国身份的台湾人会加做国安的破空，陆委会中心会严格来查处，对这少数的人士话话讲，千万唔通以身试法，拒绝互中共统战的手法来影响到台湾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